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多讀多講神嘅話。今日要讀嘅經文係箴言11章13節。往來傳舌的，舌了密事；心中誠實的，查驗事情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位軍官嘅朋友，想要向佢打探某一種軍事上嘅秘密，經常用好嚴厲嘅話語來欺騙對方，使到佢難受，又唔能夠因為私人嘅感情而背叛去公務，於是佢就故意好神秘嘅問：你能夠保守秘密嗎？對方回答話：能夠，一定能夠。軍官就好嚴謹嘅講：咁樣我也能夠。我就來默想，好奇係人嘅天性，但係卻有時是為人墮落嘅原因。而在講話嘅當中，我就也鍾意去窺探私人嘅秘密為快樂嘅事，求主保守我哋嘅口，更加保守我哋嘅耳朵，唔會落在講講聽聽嘅講經當中。我哋一齊嚟禱告，創造我哋嘅主上帝，感謝你賜俾我哋手腳五官都切皮，為愛成全而在我哋身上嘅美意，求主赦免我哋多幹閒事嘅好奇心，以至於唔能夠控制我哋嘅口舌而傷害別人。主啊，你教導我哋愛謹慎我哋嘅言語行為，愛綁緊我哋嘅口，唔愛扮弄是非。求聖靈常常提醒我哋，順從誠實嘅心，愛講嘲笑人嘅說話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